同時，李卓敏而家就喺停課2個星期嘅東九龍匯基書院外面嘅。李卓敏同確診嘅學生一齊參加過畢業禮嘅彩排嘅學生啦，衛生防護中心會點樣處理佢哋啦？係啊，咁其實咧，同佢哋咧一齊參加啦呢一個嘅畢業禮彩排嘅學生啦，大概啦係有170人㗎。咁佢哋喺下晝咧已經陸續啦係收到校方嘅通知，咁叫佢哋翻到嚟學校呢一度㗎。咁而衛生防護中心呢，就已經派人嚟到學校呢一度啦，同佢哋進行身體檢查㗎。咁頭先我哋都同過一啲啦翻到嚟學校嘅學生傾過㗎。咁佢哋話咧，衛生防護中心方面呢，就派咗足夠10日份量嘅特密封俾佢哋㗎。咁而佢哋咧，亦都咧係繼續咧會做一啲嘅身體檢查同埋醫學監察㗎。咁至於校方方面啦，就話啦，會將咧原本5月30號舉行嘅畢業禮啦，順延去到6月20號舉行㗎。咁而第3學期嘅考試啦，亦都會順延去到6月25號至到7月8號先至舉行㗎。咁至於啦6月份嘅一啲課外活動，例如啦係水運會或者係暑假嘅遊學團啦，亦都會取消㗎。咁而校方方面呢，就強調啦，喺停課期間啦，亦都會繼續啦開放電子課室，咁俾學生啦可以上網繼續學習㗎。咁我哋喺度報道差唔多，先有時間交翻俾兩位。